雪山路完工通查过后，一群幕后英雄走路死死散散的。不过，我们签到的当时专题报道当中2个当事人，伊哋係當時喺現場負責專責工作嘅彭飛昌，更加以睇園臨時透露，然後伊哋係中興顧問工程公司嘅總工程師張良軍，佢當時亦係負責雪山路嘅鋼草設計，對頭到尾參加雪山路嘅工程15年。而家雪山路通查10年呢，面向頭擺，伊呢係用哪個感受呢？这已经裂开了，然后这个已经磨损了。那这一个呢，大概正常的磨损会是这种现象，还非常平滑，因为它是不断的转动的。高公區平林航空中心主任林建堂指定今年開雪山路架下用嘅專業機 TBM 太麻扎嘅條，講得無強用無顧客嘅情形代表乜嘅意思？也只嘅係雪山路文物館，用等各種各樣幫農嘅下尾留下來嘅東西，為亞安泰安建新嘅工廠留下見證。雪山隧道啊，是經過大概10幾年的開挖哈。所以必要讓這個國人了解這個雪山隧道開鑿艱辛的過程啊，所以才會成立這樣一個文物館。那個隧道底部就會地質好啊快，迄好嘅地質，我領導佢都起了，咩樣嘅？也算125嘅質保，地質迄較唔好條嘅，都起到8，起到200嘅。嘅時節是支持開雪山路嘅工作人員彭飛昌來到文物館度看，肯定展示幫農嘅土木工程，詳細講等農嘅體質情形，同蒲崗線自保嘅對應關係，也同運輸安全有規程嘅關係，錢財唔得。做一工程行過去24點鐘，日隔夜睇做，完全冇辦法停下來。頭前梗係挖好嘅，修好嘅。哦，人家講小號嘅都5點唔得下班喎。哦，跟下班，腳剎頭會真跌咯。哦，腳個壓力解除了以後，腳剎頭會真平下來哦。所以冇辦法搬行李啊。北宜高速公路94年代全線通查以後，台北到宜蘭就25分鐘。加到用13年暗藏嘅歲月，換起過年25分鐘便利嘅交通。肯定是3年前客家電視作為新聞專題影像，做亞雪山路工程遇到很多乜嘅困難，一下被彭飛昌全面起來，可營運唔係木竹強豐富。剛開始落來做家，其實心肝很慌，落去看到咁樣嘅工作場所哈。剛開始比你想象的還難，比你想象還難。啊，我啲南頭吊嘅我好朋友上來，竟然佢半夜人啊做嘅，如果那我還當唔掉，這個工作環境我沒有辦法，所以非常惡劣一個環境。雪山路施工期間，遇到台灣工程後，唔是面對高嘅困難，工程做到天天拖拖，因為體質條件改好。熱龍最主要用到嘅專業機 TBM 係佢下尾最先進熱龍嘅設備，不過見到都唔係卡到就係埋黑，我就係經用水出來嘅問題，也要出考驗佢下尾做工程人員嘅條路。出家 TBM。拆除下來以後，我們進去做傳統的磚造，差不多做6年。這個隧道啊，真正基層啲做決定，按樣嘅打通了湧水段啊、抽心段啊，出現了幾個行業啲做決定。那邊人來看，好像就打通了啊。其實真正內幕啊，沒那多行業哦，真的還蠻難處理的。所以工程演出非常的辛苦，而且上班未真係空啦吼，也是藝術嘅嗰啲20經驗嘅。編出10多年前嘅舊相片，中興顧問工程公司總工程師張良軍問起，佢下尾開雪山路嘅工程有一件新嘅。人們做辦公嘅東西，日春去挖吼，
唔像按通过那个应该比如60公里个速度来讲，1分钟出1公里咩？那唔过你1公里啦，可能都越来1年，所以当年的进度非常的慢啊，什么水油胎，上来就没钱好呗，环境又没钱好，所以大家都非常的辛苦了，辛苦。我给出冇按容是了解啦，係咪？什麼就像運動新加坡做好，大家都先方便嘛，冇像地步那個辛苦啦。只不過同查10年過後，現正關於共同工差唔多，實施到關於業農嘅人才也跌差咩，嗰數也到前輩都該討談。像雪山隧道10過公里，上面就安台工廠，苞米處冇法度連續咪，什麼不管國家預算呢條全嚟講，都冇法度人做咪哦。當然本來做幫工嘅度，不管係提線嘅人，就係規劃設計嘅人，全部係呢個專業啦嗬。而家冇法度做，是冇法度連續咪。下隧道也不好做，人才的培育啦，人才的流失啦，落誒，年輕的沒有像過去。還有中華有農工處給的國營事業啊，把一些優秀的人員集中起來去訓練。喺阿摩是所謂農度造勢，環境條件改惡，當有意見時呢，唔係一般人體會到嘅。雪山農通查10年呢，大家享受有業有利便的交通，社會生意為其改成撇的感受到，也地度有1度人付出1度的心酸，能有嘅。